大家好，歡迎返到轉念之間，我係福元堂嘅創辦人。剛才喺工作室，老朋友阿賢坐住飲茶，忽然抬起頭問我：老師，點解我覺得心裏面壓咗一塊大石頭？即便已經非常努力，卻依然放唔低嗰啲過往嘅遺憾與執着。我睇住佢，冇急住俾佢所謂嘅標準答案。其實我哋大多數人嘅痛苦，並唔係因為我哋失去咗乜嘢，而係我哋一直試圖捉住唔屬於當下嘅事物。我話俾阿賢知，執着就好似係掌心握住咗一把燃燒嘅炭火，你以為嗰係溫暖，卻忽略咗佢正在灼傷你嘅手心。放下唔係因為呢塊炭火唔再重要，而係因為你終於明白，你嘅手係用嚟擁抱平靜嘅，而唔係用嚟承受苦痛嘅。喺福元堂，我哋每一項服務嘅初衷，本質上都係一種梳理與放下嘅修行。子平命理嘅啟示，透過八字排盤，我哋梳理嘅係人生嘅因果與脈絡。當你真正睇清咗自己嘅天命與轉折，嗰啲對未來嘅無謂恐懼與過往嘅執着，便會自然地脫落。寵物心靈嘅連結，毛孩子之所以成為我哋嘅屋企人，係因為佢哋教會我哋何謂無條件嘅愛。喺療癒嘅過程中，我哋學習放下對掌控嘅慾望，回歸最純粹嘅陪伴。呢本身就係最深刻嘅放下。生活禪嘅安住，無論係透過冥想定係音樂，我哋練習嘅唔係點樣消除煩惱，而係點樣將呢啲煩惱如同雲影過江般睇住佢嚟，睇住佢去，而不留痕跡。福元堂嘅宗旨，便係成為你喺繁雜世界中嗰座穩固嘅錨點。如果你都感到嗰塊心頭石沉重得俾你喘唔過氣，或者有啲情緒不知該如何安置，請記得福元堂一直都喺度。我哋不強求改變，只願陪你走一段路。若你需要專業嘅命理諮詢或心靈療愈，歡迎隨時透過 WhatsApp 90798538聯繫我。請喺訊息中簡單說明你嘅困惑，我會為你安排一段專屬於你嘅靜心時段。我係福元堂嘅創辦人，願你喺呢轉念之間鬆開緊握嘅雙手，揾翻嗰個早已俾你遺忘嘅輕盈自在嘅自己。我哋下期見。